1999，您好，敝姓杨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1999很好，我上奖，真欢喜提现服务。1999很好，我上奖，真欢喜提现服务。小姐，我家附近的路灯坏掉了。小姐，我母下秋困的路灯坏开啊！小姐，我母下秋困的路灯坏开啊！晚上都看不到路呢。暗时是弄蒙养车路呢。暗时是弄蒙养车路呢。不好意思，虽然人说人无事事好，月无夜夜明。真歹势，虽然人讲人无事事好，眼无日日讲。真歹势，虽然人讲人无事事好，眼无日日讲。还是要快快反应，也是爱较紧反应，也是爱较紧反应。好的，这边马上为您反应。好，掠水甲现反应。好，掠水甲现反应。先生，您贵姓？先生，请问很贵姓？先生，请问很贵姓？哦，我姓张。我上总。我上总。张先生您好，请问一下地址在哪里？钟先生很好，请问一下地址在哪里？钟先生很好，请问一下地址在哪里？在享学街跟乐学街的交叉路口。大祥河街和乐河街的交叉路口。大祥河街和乐河街的交叉路口。请问是一盏而已？请问是一泡天？请问是一泡天？还是有多盏都没亮？也是就真多泡拢无错，也是就真多泡拢无错。一盏而已。一泡天，一泡天。好的，帮您记录一盏。好，甲现记录一泡。好，甲现记录一泡。请问有看到他的路灯编号吗？请问就验出几个路灯编号吗？请问就验出几个路灯编号吗？哦，我看一下。我验一下。我验一下。好的。好，好。上面编号是1、2、3、4、5。面上编号是0235。面上编号是0235。1、2、3、4、5。02、3、4、5。02、3、4、5。请问路灯是 LED 灯还是黄光灯泡呢？请问路灯是 LED 也是网光的天火球嘞？请问路灯是 LED 也是网光的天火球嘞？ LED 灯。LED 灯。LED 灯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张先生，方便留下您的联络电话吗？好，没问题。钟先生，方便留一下现的联络电话吗？好，没问题。钟先生，方便留一下现的联络电话吗？我的电话是0123。我的电话是0223。我的电话是0223。0123。0223。0223。4、5、6、7、8、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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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跟张先生核对一下。和钟先生对一下。
和钟先生对一下。您反映的享学街跟乐学街的交叉路口，很反映的祥和街和乐和街的交叉路口，很反映的祥和街和乐和街的交叉路口。有一盏 LED 的路灯坏掉，路灯编号是1、2、3、4、5。如入口 LED 的路灯坏开，路灯編號係1、2、3、4、5。如入口 LED 的路燈壞開，路燈編號係1、2、3、4、5。张先生的联络电话是0123-456-789。钟先生的聯絡電話係0123-456-789。钟先生的聯絡電話係0123-456-789。没错。冇错，冇错。请问修复好之后，需要发简讯跟您回复吗？請問修理好了後，會發簡訊甲恁回嗎？請問修理好了後，會發簡訊甲恁回嗎？不用特别回复，谢谢你。唔是特别会，落来很。唔是特别会，落来很。提醒您，我们会将您的联络电话给相关单位人员。提倡很，我們要甲恁的聯絡電話在相關單位人面。提倡很，我們要甲恁的聯絡電話在相關單位人面。如果有特殊状况，会与您联系。那係就特殊狀況，無和恁聯絡。那係就特殊狀況，無和恁聯絡。您需要这项案件编号吗？很愛一件案件編號嗎？很愛一件案件編號嗎？好的，麻烦你提供给我。好，麻烦很报电爱。好，麻烦很报电爱。张先生，再麻烦您记一下，案件编号是 B1234556。钟先生，佮麻煩很記一下，案件編號係 B1234556。钟先生，佮麻煩很記一下，案件編號係 B1234556。哦，B1234556。B1234556。B1234556。请问还有其他市政业务可以为您服务吗？請問也就派遣市政業務，無種甲恁服務的嗎？請問也就派遣市政業務，無種甲恁服務的嗎？没有了，小姐，麻烦你。冇啊，小姐，麻烦很。冇啊，小姐，麻烦很。谢谢您，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羅拉hen，祝福很有一個美好的一日。羅拉hen，祝福很有一個美好的一日。